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吳秀華，我係李卓敏。先係今日嘅新聞重點。習近平會見港澳特首，希望香港各界支持梁振英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憂慮歐債危機，港股跌超過400點，去到3個半月嘅低位。有財困嘅塞浦路斯向銀行存款徵稅，民眾大量提款，更加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國家。新聞嘅詳細內容，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咗到北京列席人大會議嘅港澳特首。習近平話：要實現中國夢，亦都需要港澳同內地守望相助，攜手共進。習近平又呼籲香港社會各界緊密團結，積極支持特首梁振英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李彤喺北京報導。剛剛接任埋國家主席幾日，習近平喺中南海接見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係澳門特首崔世安。陪同會見嘅除咗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同埋副組長李源潮，亦都包括咗新任國務委員楊潔篪。相信佢成為主管港澳事務嘅國務院領導。習近平認為梁振英穩中求變嘅施政理念得到認同。我很高興地看到梁特首穩中求變這樣一個施政理念，在香港也獲得了廣大市民的認同。關鍵是抓好落實。這既需要梁特首、特區政府履行職責，這也需要香港社會各界一起努力。佢又呼籲香港各界積極支持梁振英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也希望呢，香港社會各界能夠緊密地團結起來，眾人拾柴火焰高，積極支持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來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習近平並冇提及到近期兩地出現嘅矛盾，但係就指出港澳同內地命運緊密相連，要實現佢所講嘅中國夢，需要守望相助。香港、澳門和祖國內地的命運始終是緊密相連的。我講的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也需要香港、澳門和祖國內地堅持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也需要港澳同胞和內地人民堅持守望相助，攜手共進。而梁振英就話，特區政府會用好國家給予嘅政策，努力不懈，平穩較快發展經濟，解決好多項社會民生問題。政治問題上，我們逐步落實好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5個步驟。習近平話：剛剛結束嘅兩會選出咗新一屆國家機構嘅領導人，亦都對今年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咗全面嘅部署。佢認為召開兩會唔單止係國家政治生活中嘅一件大事，亦都將會對香港、澳門嘅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亞洲電視記者李彤喺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亦都會見港澳兩位特首，重申新一屆中央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特首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佢又認為啦，港澳可以話係機遇同挑戰並存，希望並且相信特區政府同埋民眾進一步增進共識，和衷共濟，將各項事業推向前進。李靜茹喺北京報道。李克強喺中南海總理辦公室紫光閣會見正喺北京嘅梁振英同崔世安，先後同佢哋握手。
李克強首先向港澳同胞送上祝福，並且表達新一屆中央政府嘅支持。香港和澳門在國家的整體發展當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新一屆中央政府將會繼續的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基本法辦事，全力的支持港澳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執政。李克強又重申喺記者會上提及嘅，凡係有利增進港澳同胞福祉、有利深化合作交流、有利於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嘅事，中央政府都會盡心盡力去做。又認為目前兩地機遇同挑戰並存，特區政府同民眾應該增進共識。香港和澳門可以說是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你們，也相信你們去抓住機遇，應對挑戰。特區政府和港澳的民眾進一步的增進共識，和衷共濟。齊心協力，來把港澳的各項事業都推向前面。梁振英代表特區政府同香港市民感謝中央政府嘅支持，特別係會用好李克強前年帶嚟嘅各項政策。特區政府呢一定會用好國家發展的大機遇，國家給香港的支持政策措施，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不辜負總理嘅期望。當梁振英講完之後，傳媒正要離開嘅時候，細心嘅李克強話可以拍攝澳門特首嘅講話。請記者朋友們留一留，聽我們吹沙一聲。崔世安話感謝中央支持澳門嘅發展。梁振英星期二會到天津訪問，除咗會同天津市主要領導見面，亦都會參觀喺當地嘅香港廠商、天津市規劃展覽館同文化中心，亦都會同喺當地工作同讀書嘅港人見面。亞洲電視記者李靜如喺北京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嘅時候，提到希望澳門把握時機，研究解決社會上突出嘅問題。當前澳門呢，可以說是處於歷史上比較好的時期。當然，也在未來發展上面臨一些挑戰。希望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的話呢，把握當前的有利時機和條件，研究解決一些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增強憂患意識，為長遠的發展能夠夯實一個基礎。其他消息，憂慮歐債危機重現，環球股市受壓，港股跌超過400點到22,000點嘅邊緣，到3個半月嘅低位。陳康文報導。歐債危機再度引起市場關注，塞浦路斯計劃向銀行全戶徵稅，換取歐盟提供援助。投資者憂慮引發擠提，影響歐洲銀行業前景。亞太區股市亦都受壓，恒指低開347點，最多跌超過500點，一度失守22,000點嘅水平，收市報22,083點，跌449點，成交782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歐美經濟仍然有重大下行風險，香港亦都會受到影響。We need to be aware that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downside risk in major economies in Europe and the US.
We are an international city with stro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around the world. The US and the EU are among our largest overseas trading partners.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feel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shocks emanating from these regions. 市場人士就認為歐債危機暫時冇惡化，後市要留意美股表現。其實其他國家都未必會係效法，咁所以變咗嚟講呢，我諗就暫時我自己睇啦，屬於係個別事件啦，同埋你塞浦路斯始終嗰個經濟規模係細啦，所以我相信嚟講呢，應該嗰個情況唔係太過差嘅。美股方面啦，短期會唔會開始有個較為大啲嘅調整呢？係有個擔心啦。咁加上即係內地方面嚟講呢，喺兩會期間就冇一啲嘅政策嘅出台啦，咁政策方面嘅憧憬係落空咗。匯控同中移動跌大約2%，騰訊連跌6個交易日，再跌4%。中資金融股顯著下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跌超過2%，中人壽同中國人保跌超過3%。亞洲電視記者陳康文報導。先休息一陣，翻嚟會報導。北角升降機急墜事故承辦商信科被吊銷牌照半年。7款微波爐用嘅塑膠食物盒加熱之後釋出塑化劑，但係未有超出歐洲標準。翻返嚟新聞時間，歐債危機重現，導火線係歐盟要求塞浦路斯向銀行存款徵稅，作為提供貸款嘅條件，令到平民大量提出存款。咁情況更加有可能蔓延到去其他有債務危機嘅國家。黃婉玲報導。塞浦路斯總統亞納斯塔夏季斯喺電視發言，形容國家面對40年嚟最嚴重嘅財政危機。如果國會否決存款徵稅嘅法案，歐洲央行喺當地星期2就會停止對兩大銀行緊急援助，令到銀行體系崩潰。國家亦都面臨退出歐元區，打擊國家嘅金融同經濟。塞浦路斯近年經濟萎縮，成為第5個向歐盟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嘅國家。喺星期六，史無前例咁接受歐盟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嘅貸款條件，向銀行儲蓄戶徵稅，以取得100億歐元援助貸款。但有塞浦路斯民眾趕喺新法例實施之前，喺銀行提款機提款，期望減低損失。國會反對派議員反對新法案，所以原定星期日進行緊急嘅辯論，被逼押後到星期一。總統即時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尋求共識，避免議案被否決。當局提出10萬歐元以下戶口徵收6.75%嘅稅，10萬歐元以上徵收9.9%嘅稅。由於議員大力反對，政府同意商量，將小戶嘅徵收率降低到3%，大額戶就提高至12.5%。亞洲電視記者黃婉玲報導。本港方面，北角升降機急墜事故，機電工程署完成初步調查，指承辦商信科工程違例，冇做好維修，吊銷公司牌照6個月。咁署方會繼續調查搜證，唔排除提出檢控。梁素婷報導。機電工程署指負責保養同維修出事升降機嘅承辦商信科工程違反升降機同自動梯條例，機電署決定按法例吊銷公司牌照6個月，5月1號起生效。睇到呢嗰個4條嘅鋼纜呢係出現咗保養嘅問題嘅，保養問題引致嗰個鋼纜係出現鏽蝕，亦都係個棉芯呢就缺油，引致個斷裂。所以根據呢個證據，我哋確認信科係違反咗法例嘅規定，亦都違反咗實務守則要求嘅保養嘅要求，所以咧我哋係作出呢個吊銷註冊嘅安排。薛永恒話：吊銷牌照係非常嚴重嘅懲處，今次只係部門執法第一個環節，唔排除採取更多法律行動。跟住嗰幾個月，我哋會採取相關嘅法律行動，而個法律行動會包括檢控，我哋將會繼續搜證。信科可以喺1個月內就機電署嘅決定提出上訴。你負責人喺度啊？係，佢今日會唔會翻嚟㗎？信科現時為94座樓宇合共200多部升降機提供保養。停牌期間，機電工程署會協助受影響嘅大廈業主法團同管理公司尋找其他承辦商接手。署方已經聯絡超過20間升降機承辦商，並設立熱線同專責隊伍跟進。
事發喺今個月2號晚上，北角英皇道480號昌明洋樓一部升降機急墜，機電處人員發現升降機4條鋼纜全部斷裂，剎停裝置同時失效，造成7人受傷。亞洲電視記者梁素婷報道。消委會測試可以放入微波爐嘅塑膠食物盒，發現部分樣本加熱之後釋出微量嘅塑化劑，不過份量未有超出歐洲嘅標準。梁家寶報導。呢7款塑膠食物盒喺微波爐加熱嘅時候會釋出微量塑化劑，但係份量全部低於歐洲標準規定上限，消費者無需擔心。消委會話，如果長期大量攝入塑化劑，可能危害健康，包括對肝臟、腎臟、生殖系統同埋發育生長造成損害。呢3款塑膠食物盒盒蓋會甩色。消委會話，選擇塑膠食物盒嘅時候要留意盒身物料嘅標示。PP 呢一個標誌代表容器含聚丙烯，內熱溫度由100度到140度左右，適用於微波爐加熱。PS 就代表聚苯乙烯，呢一類塑膠容器內熱溫度最低只有70至90度。如果係 PE 就係聚乙烯，內熱溫度較低，但係質地較軟，多數用嚟製作盒蓋，唔適用於微波爐加熱。如果唔係 PP 嗰種嘅塑膠物料呢，就應該加熱嘅時候咧，將呢啲嘅蓋咧係攞走，用一啲係適合微波爐高熱嘅蓋係冚住。有陣時嗰啲酒樓食肆會俾一個盒你啦，咁個盒裏邊呢，因為價錢問題咧，佢未必係會用一啲係適用於微波爐嘅盒嘅嚇。咁所以我哋提議係消費者咧，盡量係將呢啲嘅食物咧係倒翻落去一啲係可以用響微波爐嘅碗碟嗰度去再加熱。消委會提醒市民，當呢啲透明膠盒變模糊、變舊或者變黃，就唔好再使用。喺清洗呢啲膠盒嘅時候，亦都要避免用一啲磨損性嘅清潔液或者百潔布清洗，以免刮花表面，容易藏污納垢。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道。消委會又發現市面上一款健身奶粉蛋白質含量偏高，可能會有副作用。健美人士如果係攝入過量嘅蛋白質呢，不單止係冇助佢哋增加佢哋肌肉。而蛋白質呢，如果過多嘅時候呢，係可能會變成脂肪，帶嚟意外嘅後果。有營養師話，長期攝入過量蛋白質，可能令腎病患者嘅病情惡化。如果健美補充劑入面含有肌酸成分，更加可能會引起抽搐、作嘔同埋腹瀉等副作用，提醒市民小心服用。長者生活津貼下個月推出，消委會話由於保險計劃嘅現金值同埋將來自用嘅骨灰龕位都唔屬於要申報嘅資產，所以擔心有長者會俾人遊說購買保險或者骨灰龕嚟減低資產限額，以符合申請。雖然未有呢一方面嘅投訴發生，因為長津都係到4月先開始啦，咁但係我哋覺得絕對要出呢一個消費嘅警示，去俾翻啲長者同埋佢嘅家人。咁可能真係會有好多人呢，就趁住呢一個機會呢，因為啲長者袋裏面錢多咗嘛，咁所以可能係真係會問佢哋，喂，你可唔可以買保險啊？會唔會有興趣買一份保險保障你嘅家人啊？咁其實咪真係有用呢？同埋會唔會裡面有好多陷阱呢、誤導嘅情況呢？咁呢一方面就真係要小心啦。消委會又提醒消費者要留意會唔會有院舍對能夠領取津貼嘅長者額外收取費用。咁長者同屋企人要問清楚新收費嘅因由。前年花園街4級火嘅死因聆訊，裁判官總結案情，引導陪審員作出裁決。裁判官陳碧橋提及消防處報告記錄起火時間有矛盾，提醒陪審團要考慮事發當日係咪正如處方所講，因為市民遲咗報警，耽誤咗救火工作。報告話，大約300個消防員到場救援，但裁判官指消防處冇辦法解釋點解唔增派人手上樓救人。佢又提醒陪審員，死因庭只能夠查出事實，包括事發經過同埋死者死因等，冇權追究民事過失、責任同埋賠償。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超過2年，部分死者家屬同傷者唔排除入稟控告菲律賓政府，要求道歉賠償。部分死者家屬同生還者，包括殉職領隊謝廷駿嘅屋企人，去到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同代表會面以及遞交律師信。代表死者家屬同傷者嘅律師話，要求菲律賓政府21日期限以內回覆賠償同責任問題，唔排除採取進一步嘅法律行動，包括入稟控告菲律賓政府同埋相關官員。休息返嚟會報道。天文台預測今年有4至7個風暴襲港，
雨量就較正常嘅偏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關注有年青人涉及倫常命案，話政府會增撥資源，加強照顧隱蔽青年。繼續新聞時間，天文台預測今年有4至7個熱帶氣旋影響本港，至於降雨量就比正常偏低，提醒市民留意極端天氣情況。范樂行報導。2012年嘅7月，颱風惠森特吹襲本港，天文台發出13年以嚟首個嘅10號颶風信號。舊年全年，天文台一共發出19次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2次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就總結過去1年嘅天氣，指雨量較正常少2成，預計今年嘅降雨量亦都會偏低。天文台就預測2013年嘅降雨量會有1900至到2500毫米。至於颱風方面，就預計會有4至7個熱帶氣旋影響香港。熱帶氣旋方面呢，其實佢係咪會為我哋帶嚟10號風球呢？呢個嗰個隨機性呢係相當大嘅，要睇下佢當時去行得幾近，同埋喺我哋邊一個方位登陸呢，覺得一定呢，我哋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一定要係準備，尤其是呢啲隨機性嘅嘢呢，唔係話舊年發生咗呢，於是呢就要等13年呢先再發生，就唔係咁樣嘅。佢又指，受到全球嘅天氣變化影響，香港出現極端嘅天氣機會會增加，例如大雨嘅情況會較多，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氣嘅情況。天文台亦都正研究緊，將天氣預報由7日增加去到9日。如果測試滿意，預計今年之內就會推出。亞洲電視記者范樂行報道。本港最新失業率3.4%維持不變，但係失業嘅人數就增加2000幾人。政府統計處公布，舊年12月至到今年2月，失業率維持喺3.4%，就業不足率就輕微下跌到1.5%。同期總就業人數溫和增長約6000人，去到超過370萬人嘅歷史高位。失業人數亦都增加2600人，去到12萬幾人。以行業嚟計，運輸同建造業失業率上升，貨倉同運輸輔助活動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失業率就下跌。喺北京，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已經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報告有關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特區政府會按基本法逐步展開工作，現階段未有時間表。我哋一有咗具體嘅計劃同埋時間表之後呢，我哋會向社會公佈。目前呢，我哋而家未有呢個計劃嚇，我哋會盡快做。嗰個前提係乜嘢呢？我哋係有承擔嘅，有決心喺2017年呢係落實好行政長官普選呢個目標。而喺我哋開始第一步之後呢，我哋每一步呢都會有充裕嘅時間去做嘅。另外，梁振英又關注本港接連發生3宗倫常慘劇，佢話感到痛心，呼籲如果生活有壓力，應該尋求協助。我哋都應該尋求方方面面，無論係家人、親戚、朋友，以至到專業社工嘅協助，希望呢壓力呢係得到紓解。無論如何，唔可以用暴力嘅。尤其係啲殘忍嘅手段咧，係對待自己嘅身邊嘅人。特區政府方面呢，亦都會做好各個方面嘅工作，包括呢，我哋會繼續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我哋亦都希望呢，能夠盡力去支援。喺我哋知道之後呢，第一時間去支援一啲危機家庭，盡量避免出現家庭同埋倫常嘅暴力事件。元朗八鄉嘅謀殺同企圖謀殺案，早上喺屯門裁判法院提堂，2個仍在留醫嘅被告缺席聆訊，法官將案件押後到星期5。而大角咀肢解案呢，亦都喺早上提堂，2名被告無需答辯，包括涉嫌喺大角咀一個單位謀殺父母嘅仔，早上被押送到去九龍城裁判法院。控方申請押後聆訊，話要等候驗屍報告、科學鑑證結果以及警方進一步證據。裁判官話案情嚴重，接納控方申請，將2個被告還押5月13號再提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關注接連有年青人涉及倫常命案，佢話感到難過，政府會增撥資源俾學校識別同埋照顧隱蔽青年嘅需要。陳俊彥報導。
吳克儉出席國際知力架構會議之後話，關心年青人涉及倫常命案，感到難過，希望社會俾年青人多啲關心，支持佢哋發展。政府亦都會增撥資源俾學校，識別同埋照顧隱蔽青年嘅需要。特別咧，我哋一啲家教會嘅一啲嘅活動啦，一啲嘅培訓活動咧，我哋都鼓勵啲家長參與埋一部分，好似暑期活動都係。所以咧變咗咧，暑期活動你睇到咧好多咧都係透過學校去安排，係更加能夠有專業咁樣去照顧到嗰啲方面嘅需要。吳克儉又話，由教育工作者聯會營運嘅國民教育中心租約6月底屆滿，政府正係檢討學界嘅需要，會公開物色經營者。所以我會盡快做啦。咁亦都了解到呢170幾間學校咧喺現在架構下邊嘅服務咧，仲有佢哋嘅需求。咁個時間我哋盡量會做啦。如果做唔切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咧都係同學界咧係做出一啲嘅過渡性嘅安排。佢否認香港出現德育真空，因為本地嘅中小學課程都有培育學生性格同埋個人發展嘅活動。亞洲電視記者陳俊彥報導。一名輔警同女友出租單位作賣淫用途，被判入獄15個月。案情指48歲輔警林文炎同女友喺觀塘同葵涌買入單位，喺09年到11年期間出租用作色情場所。廉署接報，多次派出臥底假扮嫖客調查，最終拘捕2個人同埋另外5名男女。林文炎認罪並且頂正同謀，被判入獄15個月，並且充公87萬元，因為參與罪行而得到嘅利益。同案5個男女就被判入監啦，係1至3年。至於被告嘅女友就會另定日期審理。花園街4級火死因聆訊，死因庭正係宣讀裁決，裁定9個死者死於意外。裁判官建議屋宇署嚴格執行同埋跟進消防安全指示，而食環署亦都要加強巡查排檔，確保安全。深圳原副市長梁道行涉嫌利用職權謀取利益，已經被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新華社報導，64歲嘅梁道行幾十年嚟一直喺深圳嘅黨政同政府部門工作。2002年開始擔任深圳副市長，到舊年12月因為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到今日廣東省紀委公告，梁道行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他人財物，並且貪污受賄，決定將佢開除黨籍，收繳犯罪所得嘅金錢，並且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喺北京，國防部反駁日本傳媒報導所指，中國軍方高層承認解放軍軍艦曾經喺釣魚島附近水域以火控雷達瞄準日方嘅艦隻，係話有關報導係別有用心，抹黑中國軍隊。劉永璇報導。喺北京，國防部話日本不時炒作所謂火控雷達瞄準問題，係抹黑中國軍隊，誤導國際社會，別有用心。又話中國軍方已經多次就此問題展明嚴正立場，真相十分清楚。有關報導不符事實，批評日方長期以嚟對中方艦機近距離跟蹤監視同干擾，危害中方艦機安全，係引發中日海空安全問題嘅根源，敦促日方停止發表不負責任嘅言論，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國關係大局。據日本傳媒報道，解放軍多名將領日前接受訪問時承認，隸屬解放軍東海艦隊嘅護衛艦連雲港號1月底喺釣魚島以北海域巡航時，發現日本嘅護衛艦直立號高速駛近。雙方喺相距約3公里嗰陣，連雲港號嘅艦長依據交戰規則，以火控雷達瞄準直立號，而事前並冇向司令部請示。另外，傳媒又報道，中國3艘海監船已經連續3日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廳派出艦隻進行監視同埋警戒。亞洲電視記者劉永璇報道。新聞報道完啦，再會。歡迎收睇經濟快訊，我係陳康文。港股跌超過400點，去到3個半月低位。
歐債危機再引起市場關注，塞浦路斯計劃向銀行存戶徵稅，換取歐盟提供援助。投資者憂慮引發擠提，影響歐洲銀行業前景。恒指低開347點，最多跌超過500點，失守22,000點嘅水平。收市報22,083點，跌449點，成交782億。其實其他國家都未必會係效法，咁所以變咗嚟講呢，我諗就暫時我自己睇啦，屬於係個別事件啦，同埋你塞浦路斯始終嗰個經濟規模係細啦，所以我相信嚟講呢，應該嗰個情況唔係太過差嘅。美股方面啦，短期會唔會開始有個較為大啲嘅調整呢？係有個擔心啦。咁加上即係內地方面嚟講呢，喺兩會期間就冇一啲嘅政策嘅出台啦，咁政策方面嘅憧憬係落空咗。匯控同中移動跌大約2%，騰訊連跌6個交易日，再跌4%。中資金融股顯著下跌，建行、工行跌超過2%，中人壽同中國人保跌超過3%。按揭息率上升，樓市二手成交低迷，地產股受壓，長實跌1%，信置同恒隆地產跌3%，代理美聯跌近4%。市場擔心內地水泥質量，中建材跌0.5%，華潤水泥跌7%，機械股繼續偏軟。十隻最活躍港股嘅收市價，匯豐控股跌1個9毫半，騰訊跌11蚊，中國移動跌1個5毫半，安石 A50同建設銀行跌1毫4。中行跌6仙，工行跌1毫4，百麗國際跌6毫6，中國海洋石油跌2毫，友邦跌1個1毫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要留意歐美經濟下行風險。We need to be aware that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downside risk in major economies in Europe and the US. We are an international city with stro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around the world. The US and the EU are among our largest overseas trading partners.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feel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shocks emanating from these regions. 其他亞太區股市跌幅亦都顯著，日本股市跌340點，跌幅超過2%；台灣股市喺超過1個月嘅低位收市，內地股市亦都跌超過1%。睇埋歐洲股市表現，三大指數全線下跌，倫敦股市係跌62點，法蘭克福股市跌88點，巴黎股市跌56點。睇睇公司業績，中國海外去年賺多2%，核心純利亦都略好過預期。由林子彤報導。內房龍頭中海外全年賺多2%，撇除物業重估，核心純利升到去158億，末期息派24仙。期內銷售額創新高，增長2%8%，亦都超額完成1000億嘅銷售目標。其中內地業務增長2%3%，港澳地區嘅貢獻更加大升2倍。但由於港府喺舊年下半年再推辣招，拖累港澳地區下半年嘅銷售額比上半年倒退超過81%。另外，集團今年嘅銷售目標會維持喺唔少於1000億嘅水平。而對於深圳有地產項目被指水泥質量較低，集團話會確保所有嘅工程符合要求。要求呢能夠提供出呢完全符合國家標準的一些質量水準的這樣一些材料，來應用到我們的工程當中去。至今為止，我們非常欣慰地說，我們還沒有見到有類似的情況。另外，集團透露今年有融資嘅計劃，但就冇表示係咪打算作股本融資。亞洲電視記者林子彤報道。中華煤氣去年全年賺多2%5%，賺超過77億港元，主要係受惠於內地業務盈利增長理想，加上物業重估收益。公司派末期息23港仙，另外建議發送紅股。睇睇最新美元匯價，歐元1.2957，瑞士法郎0.943。轉睇下港元匯價，英鎊11.7456，新西蘭元6.4029，歐元係10.0561，每百港元兌80.099人民幣。倫敦金每安士係報1601.78美元，本港舊金每兩升105蚊。呢節經濟快訊報道完，再會。歡迎收睇體育快訊，我係張志豪。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巴塞羅那憑住美斯一個助攻2個入波，以3-1贏咗華力簡奴。巴塞羅那攻入3球，全部同佢哋嘅美斯有關。25分鐘，呢位巴塞球王喺中場開始策動攻勢，最後傳俾大衛韋拿趟去遠處，協助巴塞領先華力簡奴。主隊40分鐘將紀錄拉開到2-0。大衛韋拿專做助攻，走位十分靈活嘅美斯接應之後，睄一睄對方門將，就已經送咗個波入網。半場領先2-0嘅巴塞喺換邊後12分鐘將紀錄改寫成3-0。美斯今次利用速度壓過對方嘅守衛，攻入成3-0，大局已定。呢個波亦都係美斯個人今季聯賽攻入嘅第42球。華力簡奴就憑住達蒙道破蛋攞到安慰獎，但巴塞仍然憑住美斯一個助攻2個入波，以3-1擊退華力簡奴，繼續排喺榜首，有13分優勢。印第安維爾斯網球賽，西班牙嘅拿度同埋俄羅斯嘅舒拉保娃分別奪得男女子嘅單打冠軍。今場決賽拿度傷愈之後喺硬地場一次嘅重大考驗，慢熱嘅拿度喺第一盤可能擔心傷未有放盡，阿根廷嘅迪普祖先贏6-4。拿度經過一盤熱身之後，速度不斷加快，仲打亂咗迪普祖嘅節奏，以6-3追成1-1。第三盤拿度更加信心爆棚，反而迪普祖後勁不繼，經過近2個半鐘頭嘅激戰，拿度以6-4獲得最後勝利，開心到好似奪得大滿貫賽事一樣。女單決賽由2位前世界一姐對決，第2種子俄羅斯嘅舒拉保娃對住第8種子丹麥嘅和斯尼亞奇。舒拉保娃完全係主導咗今場嘅比賽，2盤都喺初段打破對手發球局，只係用咗1個鐘頭20分鐘就直落2盤6-2奪得冠軍。睇新聞報道完啦，拜拜。歡迎各位收睇呢節嘅天氣報告。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朝早沿岸有霧，橫瀾島嘅能見度曾下降至100米左右，普遍地區氣溫就降至21度。日間有薄霧，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就回升返至26度以上。今日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錄得嘅氣溫就介乎21.2度至到26.3度，相對濕度介乎72%至到94%之間。而家嘅氣溫就係25度，相對濕度78%。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強度屬於高。咁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強度都係屬於高。我哋跟住睇下天氣圖。一股潮濕嘅海洋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跟住係衛星雲圖，覆蓋華南西部嘅一道雲帶正向東移動。環保署預測聽日嘅空氣污染指數，咁一般監測站就係介乎25至到60，咁空氣污染水平就會係輕微至到偏高；路邊監測站介乎75至到95，空氣污染水平就會係偏高嘅。接住本港嚟嘅5日嘅天氣預測，聽日係星期2，就會吹南風，大致多雲，部分地區有霧，朝早有1-2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3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沿岸有霧。星期4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初時有薄霧。星期5係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會有幾陣驟雨，稍後沿岸有薄霧。星期6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會有1-2陣驟雨，早晚沿岸有薄霧。再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今晚天氣講完啦，我哋聽晚再見，拜拜。
1983年3月18號喺四川省西部，中國最大以保護大熊貓為主嘅綜合性自然保護區臥龍自然保護區成立。呢個保護區面積係有20萬公頃，當時喺呢度棲息嘅大熊貓有百幾隻，被譽為大熊貓之鄉。2008年3月18號，11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喺北京閉幕。國家主席胡錦濤喺閉幕儀式上發表講話，佢話再次擔任國家主席責任重大，佢一定忠實履行憲法賦予嘅神聖職責。新一屆國家機構嘅工作人員肩負住人民賦予嘅重任，一定要響應時代嘅召喚，順應人民嘅意願。胡錦濤提出，新一屆政府嘅目標係要堅持民主法治，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並且要以人為本，堅持清正廉潔。胡錦濤又提到，過去5年人民嘅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國家而家係處於發展關鍵嘅時刻。